一起經過，一起經過。呢個禮拜我哋嘅讀經係羅馬書嘅第15章，今日靈修分享係第14節至到第21節。弟兄們，我自己也深信你們是滿有良善，充足了諸般的知識，也能彼此勸誡。但我稍微放膽寫信給你們，是要提醒你們的記性，特因神所給我的恩典，使我為外邦人作基督耶穌的僕役，作神福音的祭司，叫所獻上的外邦人因着聖靈成為聖潔，可蒙悅納。所以論到神的事，我在基督耶穌裏有可誇的。除了基督藉我做的那些事，我什麼都不敢提，只提他藉我言語作為，用神蹟奇事的能力，並聖靈的能力，使外邦人信服。甚至我從耶路撒冷直轉到以利呢古，到處傳了基督的福音。我立了志向，不在基督的名被稱過的地方傳福音，免得建造在別人的根基上。就如經上所記，未曾聞知他信息的，將要看見；未曾聽過的，將要明白。到咗呢封書信嘅結尾呢，保羅以一個平淡嘅心境，你要述說自己作為外邦人使徒嘅態度。保羅以極謙卑而慎重嘅態度，你要對待嗰啲佢尚未見過嘅羅馬信徒。保羅作為使徒，佢所誇口嘅並唔係自己有啲咩功績啊，或者咩經歷，而係佢作為主嘅僕人，成為福音事工嘅器皿啊。另一方面呢，我哋亦都可以睇到呢，保羅其實不安於現狀，佢唔自我誇耀，而係不斷嘅嚟開拓新領域嘅進取精神。嗱，保羅唔係羅馬教會嘅創立人，佢都未去過羅馬，而家去寫呢封教導羅馬信徒嘅書信，所以佢話自己咁樣寫呢係稍微放膽，但係亦都係因着神俾佢嘅恩典呢，作咗外邦人嘅使徒。嗱，當時顯然係有人認為保羅嗰啲嘅外邦信徒係不潔淨嘅，因為佢哋冇受過割禮。嗱，對於呢一種嘅苛責呢，保羅嘅答覆就係佢呢班嘅信徒係潔淨嘅，因為聖靈已經係住喺佢哋裏面，使佢哋成為聖潔。保羅見證神使我為外邦人作基督耶穌嘅僕役，作神福音嘅祭司，叫所獻上嘅外邦人因着聖靈成為聖潔，可蒙悅納。舊約嘅祭司就係神同人之間嘅橋樑，佢喺神嘅面前為百姓獻祭，並且禱告，使罪得赦。保羅獻上嘅祭就係未信嘅外邦人，佢敬重神俾佢呢個職分，熱切嘅嚟到傳福音，使呢啲外邦人能夠從認識神進而得到聖靈嘅澆灌，最後蒙神嘅悅納。保羅謙卑嘅態度好似僕役咁樣，佢本來有良好嘅家世背景噶，有知識、有能力、有經驗，但係佢話除咗基督藉住我做呢啲嘅事，我乜嘢都唔敢提。保羅一直喺度高舉神，將所有嘅榮耀都歸於神，因為神喺佢裏面放下咗熱心，賜俾佢能力，佢嘅服侍先能夠帶出果效。喺第19節呢度提到，甚至我從耶路撒冷直轉到以利利古，到處傳了基督嘅福音。嗱，以利利古呢，就係今日嘅南斯拉夫，亦都係歐洲比較貧瘠嘅地方。保羅嘅心志係努力傳福音，佢好似一個撒種嘅人，到處將呢個福音種子散布出去。佢竭心盡力嘅栽種同埋澆灌，並且禱告神，叫呢啲種子都能夠成長茁壯。保羅喺神嘅面前立咗志向，佢唔喺基督嘅名被稱過地方傳福音，免得建造喺別人嘅根基上邊。因着耶穌，今日我哋都有君尊祭司嘅身份啊！你對人講咗啲咩呢？你為神亦都做咗啲乜嘢呢？你係咪都成為神與人之間嘅橋樑啊？
為家人、為朋友、為到職場、為到國家嚟到禱告呢？你係咪都喺神嘅面前獻上委身嘅祭、禱告嘅祭、傳福音嘅祭呢？身邊好多人仲未認識神，好多地方仲係未有福音啊！盼望我哋都能夠學習保羅嘅生命，喺神嘅面前獻上蒙神悅納美好嘅祭啊！親愛主，求你幫助我效法保羅嘅心志，樂意成為基督嘅僕人，神福音嘅祭司，將美好嘅信息傳俾身邊好多有需要嘅人，奉耶穌得勝嘅名，阿門。